已經勝出咗超過100個國家同埋地區啦，超過2萬個繪畫比賽嘅獎項。我係創意學堂嘅創辦人兼創作總監 Stephanie。我哋創意學堂由2002年成立至今已經23年㗎啦。我哋亦都好高興，經常獲得全球最佳畫院啦，同埋全球最佳導師嘅殊榮。咁我哋畫室就經常帶領學生參加全球唔同嘅國際繪畫大賽啦。至今我哋已經勝出咗超過100個國家同埋地區啦，勇奪咗超過2萬個繪畫比賽嘅獎項嘅。每年都有好多學生喺公開試入面就攞到美術嘅5星星殊榮啦。咁佢哋亦都係憑住啲優異嘅成績攞到呢個獎學金啦，同埋大學嘅推薦計劃。我喺12歲開始就喺創意學堂呢度開始畫畫嘅，我都好榮幸，舊年可以喺日本攞到呢個富士山繪畫比賽總冠軍呢個獎項嘅。咁我覺得呢個獎對我嚟講係意義非凡嘅，因為佢對我嚟講係一個認可。